珠海香洲情侶樓嘅海景房價錢筍到爆，總價96萬就可以擁有咁靚嘅情侶樓海景房啦！哇，左右都係無遮擋嘅海景，樓下呢度係5層高嘅商場，唔會擋到你嘅視線嘅。6米闊嘅陽台翻到嚟呢，就係4米嘅客廳開間啦，層高3米嘅中央空調都係做好晒。6人位嘅餐台旁邊就係我哋 U 字型嘅廚房，裏邊4件套電器係格力嘅吓。好，首期只需20到30萬嘅啫，哇，拎包入住噶啦。右手邊公共衛生間，仲有客房。左手邊呢就係書房、公主房，仲有主人房吓。周邊就係露營公園同埋沙灘噶啦，生活環境配套都係頂配，5分鐘到達香洲嘅主城區，30分鐘返到香港啊！嗱，對面就係香港遠眺港珠澳大橋啊！